来，人起来，就这。大家好，我是总破山，欢迎来点菜。不管你是要食德国的烟肠，也是台南的瓜茶包，随点就随来。这位人客，请问你要食啥？我要食印度的咖喱。好，请坐。来，人客你咖喱。啊，尔话遮紧哦！即马啥物拢爱赶紧，无紧是命呐，做生理。这人客，请问你要爱啥？买日本的寿司啊！好，请坐。来，这是你要爱寿司啊。这问一个，这敢有戏哈？没知识也要看电视，你不看电视来讲，有钱才加大声，我讲话刚刚无够大声。大声，有影真大声。安尼就对啊。来，再来人客，你要搁爱啥？我搁要食家己的火鸡肉饭。无问题，稍等一下。来，韩公公的鸡肉饭来咯。师爷，是安怎头前弄遮紧，鸡肉饭就要等遮久？歹势啦，这鸡肉饭较麻烦，需要淡薄仔时间来完成。好啦，看你无应该喘屁屁，这边就刷去，后摆爱较紧的。是，多谢你的建议，阮一定会改进。这间店实在袂歹，你食啥拢有。哼，我说唔知影逐项拢有，我着走夜车买啊，是讲鸡肉饭档，实在够远的啦。头家，我要加一点物件。嘿，这人客，请问你要点啥？我要安平咸菜。好，点米来。来，这是你的话，是讲有的，请教一下，安平咸菜是咩怎食？小朋友，你住的所在有啥物特产，也是好食的点心？讲看卖。